因应气候变迁，有立委和民团呼吁甲减食肉改做加食菜，和吃本性2倍，加入去学校中昼堂甲教育内底，让学生唔但健康，嘛建立减糖的观念。气候变迁已经是全球危机，为着减轻气候变迁引起的灾害，立法委员和民团呼吁，各县市应该来推动学校无肉节。民团表示，目前台中、台南有伫学校中昼堂自治条例列入去无肉，所以希望其他县市也当比较办理。这个是台中市现有的营养午餐的这个自治条例。那我们再来看台南市的现行条例，同样的也有这一条，在第6条也有一样，是为建立及落实环境保护意识，学校应配合推行每周1日蔬食那这个是现行条例另外，民团也建议教育部要将加糖食物性2倍当作主食的观念和好处加入去教育内底，让学生会当了解减糖唔但为着健康，也对气候真有帮助。教育部是回应讲会加强宣导。那我们也会继续在健康饮食的教育里面去推广不管是食物与营养，或者是我们饮食与健康促进，或者是我们环境永续就是珍惜食物啊，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低碳的这个饮食的部分我们会持续来落实。立法委员表示，希望各县市会当无分党派，到庭合作，推动学校1礼拜1天无肉节，也建议先加入学校中昼堂自治条例，为学生打造健康永续的未来。记者陈心彤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